在上要紧来看美国有史以来做上久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也就是82岁麦康诺连续发生跋倒，也是熊熊引起共神期的问题。健康状况是引起众人的怀疑。今麦康诺嘛宣布，伊11月特别落任嘛。另外，已经81岁美国总统拜登今要做健康检查，嘛是受到各界关注。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诺伫议会演讲时阵讲到，伊家庭即马是伫艰难时期，伊姨啊几礼拜进前过身，也提醒重新检视人生。Serve Kentucky in the Senate has been the honor of my life. To lead my Republican colleagues has been the highest privilege. But one of life's most underappreciated talents is to know when it's time to move on to life's next chapter. So I stand before you today, Mr. President, and my colleagues, to say this will be my last term as Republican leader of the Senate. 麦康诺自2006年开始做共和党领袖，领导党团17年，是美国史上政治上久的参议领袖。伊表示，家己82岁做出的贡献，比家己所甘愿做的更加多。虽然无做领袖职务，不过依然继续做参议员。讲家己忧伤内底油也够高，互批评伊人彻底失望。伊这几年来，跋倒伫公众面头前，定调咧健康状况，互人真烦恼。美国总统拜登2月年度健康检查，81岁是美国史上年岁上权的在位总统，检查结果也真受注目。拜登去年健康检查指伊的身体健康适合履行职责，目前伊咧寻求连任，加共和党准备决定来竞总统川普，拢互共和党总统参选人52岁海莉批评年岁伤过大，无适合做总统。拜登有闲时阵爱拍高尔夫球、骑脚踏车，不过伊行路正慢，到时阵讲话模样，拢引起大家烦恼伊年岁甲能力。公视新闻，恩文玲编译。